好，来继续近段消息，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表态要参选到新北市长，也毋过上新的民调，黄国昌输予民进党的立委苏卡辉，嘛输予民进党的前队市长林佑昌。颠倒是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，民调赢苏卡辉，嘛赢林佑昌。李树川本人来回应讲，若爱伊承担，伊袂摆脱。黄国昌委员生日，我们掌声祝贺他生日快乐。黄委员好，祝您天天快乐。小了两位议长的祝福，也毋过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煞看起来无介快乐。这可能是因为伊拢已经这么打拼，伫2026新北市长的选举中，替家己创造话题啊。也毋过民调也是无够力。我们也会好好参考。那不管是谁，大家就是认真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做事。如果年轻人能过瘾，当然是由他们来出来选。那如果到明年确实是要承担，我想我也不会排斥。一个民调两种心情，和民进党新北市长可能的候选人，包括立委苏卡辉、民进党前秘书长林佑昌的民调来比，黄国昌拢输。若有机会代表拿赢的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，无论是甲苏卡辉，也是林佑昌来比，民调拢领先。照这摆的局面来看，较有优势。民调数字已经拉近到个位数内，表示我们越来越被大家认同，这是这段时间努力有所成果。那也除了李树川，新北市副市长刘和前也伫名单内。严格来看民调的数字，李树川以31趴人赢刘和前的4趴之赢甜甜。虽然还有超过50趴的人也未明确来表态，也毋过李树川也是占较大赢面。我们希望实实在在努力做事，让我们新北市发展才是人民最大期待的人选。那立北小说拢有人表态。如今随着上新的民调公布，也好2026新北市长的选战增加话题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